依度咧就個風氣啊、治安啊、清潔啊，都比香港舒服咯。依家係退休人士喺度住嘅話，大家係放鬆交心嘅容易啲咯，即係識啲朋友都更加多啲咯。香港就好多時就係可能你打開個門口，你對面嗰個人叫咩名你都唔識。因為如果好似佢呢啲咁嘅案例啦，如果喺香港咧屬於非緊急嗰啲非緊急無症狀嘅病例咧，你如果喺公立醫院咧排到可能5年後天荒地老，先至需，即係5年之後嗰啲腎積水嗰個情況可能嚴重到咩情況，大家都唔知。我哋香港人嘅獅子山精神，咁就係冇話講話係咪一定係退休嘅，可以揾一個適合自己嘅環境，邊做嘢亦都係邊享受一啲半退休嘅生活。我覺得就係適合自己就係最好咯。哇，好似好高咁啊！幾靚幾靚！我哋今日去咗珠海嘅雲山步道，就行咗10公里度，3個小時。今次特登就話都係揀條路線係比較易啲，但係咧呢度上去步道嗰度咧就要行珠海嘅長城咯。一勝就平路，好舒服。嗰條雲山步道起得相當好啊！我之前就係喺港鐵啦 MTR 嗰度做嘅。公餘時間啊，我係一個風帆嘅教練，即係艇仔嗰啲教練嚟嘅，所以就比較喜歡戶外活動啊，同埋知道點樣引導佢哋參加者去玩啦，知道點樣教佢哋用力啊，各類嘅戶外知識咯。我哋喺中山開車去珠海，用咗大概50幾分鐘啦。我哋行呢條快線其實同高速冇咩分別嘅。點解我哋會選擇中山？除咗我自己嘅鄉下係中山之餘呢，咁我覺得中山就係整個大灣區嘅中心點，佢係去周邊嘅所有大灣區城市都係1小時生活圈。自己揸車或者坐巴士都好，其實都係2個鐘坐咗之後就翻到香港。每一個月都會翻去嘅，咁好似以前我哋住港島區，我哋入屯門都要個幾2個鐘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冇乜地域嘅一個分界咯。咁我覺得係住邊度都冇乜所謂，適合自己就係最好咯。普通家庭就係咁樣，就係好日常咯。翻嚟即係都係同香港一樣㗎啦，即係接放學啊、煮飯啊。我哋呢間屋咧單層嚟講就係大概係130方，係啦。咁如果2層加埋咧，咁樣就大概有250方。我哋可以上去樓上睇一睇。呢度我哋做咗一個留空咗，做咗個晴空窗，令到佢可以有一個自然嘅採光入翻嚟嘅。出邊就係我哋嘅花園啦。出邊嘅花園，因為我本身自己好中意種花，我就種咗好多唔同嘅花喺度啦。咁同埋我會養寵物啦。養咗好多唔同嘅鸚鵡喺度咯。咁以前我哋香港就住緊600幾，差唔多700尺啦。咁但都係3個房2個廁所，咁加埋工人姐姐，咁樣就比呢度係細一半。最主要其實係2019嘅時候跟朋友上嚟睇樓，呢個係89平方，算喺呢個小區最細嘅一個戶型。喺香港嘅時候係我哋住元朗嗰啲村屋 ，standard 係700尺，咁我住地下就仲會有個花園咯。如果你淨係計屋內嘅面積，就香港嗰度就會細啲嘅。咁但係因為香港有花園，呢度冇花園，咁就即係好難咁樣比較。所以我會理解其實生活空間唔單止係你間屋
或者你個花園裏邊你居住嘅地方，其實係你成個活動嘅範圍。因為中山其實以面積計大過香港噶嘛，我哋時間又多咗嘛，咁所以無論係中山又好，一啲中山鄰近嘅城市，江門啊、佛山啊、東莞啊、深圳啊，咁其實我哋可以即日來回嘅地方，我哋都會去到。所以其實嗰個空間嘅活動嘅空間，我會形容其實比香港大咗。我哋都係通常就係一個禮拜一次，即係禮拜三可能踩單車，禮拜五就行山，等啲人都習慣咗嗰日就係安排去活動啦。仲有可能禮拜二同埋禮拜四打拍球啦，即係已經固定咗啦。一個禮拜就已經係4日啦，跟住自己可能再踩多一日單車就5日啦。有日休息日啦，係嘛？再睇下會唔會仲有啲朋友嚟探訪，咁啊好啦，咁啊7日啦。右腳唔好甩出嚟，因為一甩出嚟嘅話咧，你就係會咧劈啪咁樣。我今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咁就大概應該9點半左右啦，就嚟到呢度咧，再試踩單車嘅。因為我而家係初學者啦，因為我上車同落車有陣時都未曾好穩啊，咁就試翻多啲上車同落車。啦！有咩問題？我隻唔係，隻右腳又係要甩腳。教我嗰個師傅咧就係 Lisa，咁佢好友善㗎，我都好多謝佢，咁花咁多時間教我踩單車咯。好多啦！我今年60歲啦，咁樣我就係喺香港出生嘅，香港住，香港長大嘅。柴蓋應該係9月度，咁我就開始搬咗上嚟呢度開始住啦。而家暫時嚟講咧，大概住咗半年左右。我就唔想即刻買住啦，但我就想租咯，體驗一下呢度生活啊，咁睇下我自己可唔可以適應得到，咁同埋睇下邊一區嘅環境，可能我會更加適應一啲，同埋會喜歡一啲咯。應該係115平方度，租就係2800蚊啦，咁就係包括埋管理費嘅。我唔會有小朋友啊，又要睇下佢適唔適應呢度點住法啦。我又唔會話帶我啲父母上嚟住，純粹我自己一個人住嘅，所以我要顧慮嘅嘢就冇乜嘢啦。我哋自己就有3個小朋友啦。我而家2個女，一個就係16歲，一個15歲啦。一個就係讀高中階段，一個就讀初中階段，係啦。嗰陣時啱啱好就係疫情啦，小朋友又返唔到學啦。咁嗰陣時就翻嚟呢一邊，跟住就咁啱又揾到我哋自己心儀嘅學校。咁啊2個小朋友又好中意中山呢邊個居住環境，咁所以我哋就決定留喺呢邊定居。到而家個大女而家高中都係選擇讀國際班啦，咁將來佢讀大學都會翻香港讀大學咯。我自己覺得點解想佢哋讀寄宿呢？第一，我想佢哋個人獨立啲，快啲早啲獨立。同埋以前喺香港，其實每日都係放學翻嚟，又要同佢哋功課輔導嗰樣嘢，其實會好多摩擦嘅。寄宿咗之後，咁其實本身我哋相處嘅時間冇咁多啦，咁我哋反而會個關係仲好咗。每一次週末翻嚟嗰2、3日，咁其實我哋將嗰段時間濃縮咗，唔需要再話快啲做功課啊，呢樣嗰樣啊，咁其實摩擦係少咗嘅，咁個關係我都反而係會好咗咯。因為以前喺香港就有工人姐姐會帶住啦，咁樣就反而會依賴一啲係啦，即係我哋叫菲傭啊。咁而家翻到嚟，我覺得佢哋係獨立咗好多。學費嚟講呢，其實呢一邊就係適中啦。我哋中學階段就大概就係4萬零到5萬蚊一個學期啦，咁已經係包括埋食啦、學費啦各方面嘅嘢㗎啦。如果我2個小朋友夾埋，就1年就10幾萬咯。我又想講喺香港，雖然你冇住宿冇剩，但係其實香港嗰個成本都唔會低。好似我2個女讀緊聖心，其實都係政府資助，係唔需要交學費。但係佢哋會有一個校車費啦。一放學就要功課輔導班，咁其實每個小朋友校車費加埋功課輔導班，可能係已經係5、6千一個月㗎啦。咁你計翻上嚟，其實同國內而家讀緊嘅，其實爭嘅錢唔會好多。
小朋友讀書啦，就大概15000到2萬蚊啦。呢間屋啦，貸款可能就每個月佔俾7000零蚊咯。車咯，我哋而家揸嘅係電車啦，電車嘅費用就200蚊左右一個月咯。咁我哋租車位就係1100蚊一季，即係1100蚊係租3個月，係啦。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合理咯。其餘剩低嘅可能就係我哋嘅基本上日常開支咯。日常開支我估計可能5、6000蚊，即係買餸啊，加埋電費，其實豐儉由人嘅呢個就，咁就買餸可以買好啲，或者我可以2個人清淡啲都得嘅。咁所以其實個生活成本佔比比較重嘅就係小朋友讀書同埋房貸，其他方面其實都係相對性係好低嘅。我哋嗰啲一筆過嗰啲退休金咧，其實我仲有樓宇租咗出去，租金有萬幾蚊。我100萬買咗香港嘅年金，每個月有5000幾蚊出嚟，就再加平時嘅儲蓄啊咁樣，都有成2萬蚊嘅被動嘅收入啦。日常消費嘅4、5千蚊已經可以啦，所以就每個月都有成1萬蚊嘅儲蓄可以喺度住得好舒服。冇孩子嘅，所以就更加就係唔需要諗，即係會將啲財產點樣分配啦。總之就係個收入大過支出，同埋有啲準備金，即係有流動資金，以防有醫療開支嘅話，咁就已經係好安心㗎啦。手機支架3蚊，拼多多買嘅。主要我哋收入，譬如喺我呢邊，我做設計或者工程會有收入啦。咁另外我哋有間實體店，即係一間足浴店咯。收支平衡其實未必係好穩定嘅，所以我哋都諗緊而家嚟緊會再做多個餐飲實體店咯。即係我覺得喺大灣區呢邊嘅發展潛力都係有喺度嘅，咁同埋喺創業嘅基礎上，佢唔會有香港咁大嘅成本，因為你喺香港你個租金好貴，人工成本好貴，電費都好貴。咁我哋呢邊嘅租金好平，相對人工都好平，試錯嘅成本比較減低，所以而家暫時就係考慮會喺呢邊繼續創業。我覺得適合自己嘅生活就係最舒適咯，即係都係好平咯，就係幾十蚊到百零蚊嘅消費。OK， 得閒多啲過嚟。第一，我哋冇細路啦，我哋想俾多啲時間自己，因為我喺香港咧要返 shift 啊，有夜更啦，咁食無定時啦，睡眠嘅狀態唔好啦，咁但係退咗休之後，我而家定時食飯，定時瞓覺。定時起身，運動又多咗啦。以前係基本上係冇乜時間去做呢啲活動咯，而家係多咗好多嘅。咁身體梗係比以前會好啲啦，精神啲咯，個人都。向右前方行駛。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就都會去公立醫院覆診嘅，即係要去幾次嘅抽血啦，同埋去見醫生啦。咁有幾個唔同嘅診科嘅。咁但係我而家已經搬翻嚟中山啦，咁如果我抽血一次、超聲波一次，又翻去香港嘅話咧，嗰個不斷嘅來回咧，其實幾厭煩嘅。咁後尾我知道咧，原來深圳港大醫院咧有一個先導計劃，咁就係專係咧就係俾我哋啲長住啊，又或者喺呢邊睇醫生方便過喺香港嘅人士利用嘅。咁通常咧就1年去阿 Man 一次嘅。咁我咧就參加咗之後咧，就將香港嗰啲所有嘅覆診咧，就搬咗去深圳港大醫院。喺深圳港大醫院嗰度咧，基本上我睇過咧，好似1年咧，佢俾計財政年度有2000蚊嘅資助嘅。但係我呢2年都用唔晒。我好多時候咧就係我朝頭早去嗰邊抽咗血，抽咗血之後下晝覆診。咁我1日已經可以做晒咧。以前我可能要喺香港來回3至4次咧要做嘅嘢咯。咁今次咧，我睇醫生咧就睇醫生啦，包括藥咧就用咗117蚊，而家我仲有1800幾蚊。
原本我係完全冇症狀，身體健康，唔知道自己有問題。中山我應該係8月嘅時候做咗個體檢，喺超聲波嘅時候發覺個腎有積水，去再睇醫生再覆查。做完 CT 之後就發覺咧有一粒腎結石就塞咗喺個腎同埋個膀胱中間嗰條輸尿管。咁但係其實我係完全冇症狀。正常腎有事嗰啲會血尿啦，會痛腰痛嗰樣，我係乜嘢都冇，我係完全冇感覺嘅。咁結果都係要做手術。做完手術攞咗粒石出嚟嘅時候，再放咗個支架。放完支架1個月之後，再攞翻個支架出嚟，咁就完成咗成個過程。我上次咧就喺人民醫院做嘅嗰個手術，因為我哋有買城鄉醫保，成個費用嚟計咧大概係15,000-16,000蚊人民幣。因為我哋有城鄉醫保嘛，醫保就幫我俾咗 mainly 係100%嘅手術費，100%嘅麻醉師費，嗰度大概係6000蚊左右。即係話我哋自己咧就大概俾咗1萬蚊。咁但係因為我喺人民醫院嗰度做手術嘅時候，我自己揀咗住單人房。咁喺1萬蚊裏邊咧，其實有6000蚊咧係單人房費嚟。如果我唔揀住單人房，其實可能4000蚊左右咁上下就已經可以即係 complete 晒所有嘢。香港嘅朋友咧，如果喺呢邊，因為我哋屬於係冇做嘢，即係已經係退休冇工作。如果有工作嗰啲就買職工醫保嘅。如果我哋冇工作呢啲咧，就買城鄉醫保。城鄉醫保咧，香港朋友可以買到嘅咧，其實得一種嘅啫，就係大概係800蚊多少少人民幣1年。我哋而家用緊嘅係1卡2號啦，我哋仲保留香港嘅電話號碼嘅。咁我哋相對嚟講，我哋基本上成日都仲留意緊香港嗰啲即係 Facebook 啊，或者香港一啲動態或者世界嘅動態。因為我哋住咗香港太耐啦，熟悉咗香港嗰個運作模式，所以暫時咧我哋仲未搣得甩。譬如好似仲係用緊面書，冇用微博啦，呢啲即係譬如朋友圈呢啲，我哋都仲未係好即係好參與其中啦，係啊，喺熱衷啦，因為太耐啦，我哋喺香港嗰個memory。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 VPN 其實唔係犯法嘅嘢嚟㗎嘛，你有方法你可以做到，你咪自己去解決。根據合法嘅，你根據合法嘅方法你自己去解決到。其實1卡2號啊呢啲，所以總之你要有方法解決到係做到嘅。都係經過面書，即係 Facebook 啊咁樣識咗啲人，跟住再組織啲微信群組啊咁樣，就互相介紹啊。因為你參與唔同嘅群組，大家有唔同興趣，跟住就再喺其他活動方面咧，就再擴大自己不同嘅群組啦。因為我哋真係未去到真真正正全退休嘅狀態，咁如果你話真係呢一邊，你話經濟收入嗰方面係去到有壓力，咁我哋都可能會選擇返香港去做嘢咁樣。咁呢個係可能或者係最後一步咯，因為畢竟即係我哋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啦。咁呢一邊嘅工資，即係如果普遍真係，如果你唔係做生意打工嚟講，咁其實都係4-5千蚊一個月。咁如果對於我哋嚟講，你4-5千蚊，我哋連供樓都未供到，咁即係話生活都生活唔到落去嘅情況之下，咁我哋一定會選擇返香港啦。咁變咗就係話，我哋即係會有多一條選擇咯，即係我哋同本地就唔一樣。未完全過到。過到可能係80%，咁剩翻嗰20% 就係因為我仲有隻狗，等隻狗上個天堂嘅時候，我哋係想揸住架車全國自駕遊。咁如果能夠實現埋呢個部分咧，就 very good 啦。我哋點解講俾你聽咧？等你即係知道，誒呢度嘅生活就係同埋早啲計劃自己啊，就唔好做到啊，唔需要做到兩腳一伸，早啲退休。